1984年7月7日，全台湾开始实施 B 型肝炎疫苗的注射。这项注射对象是当年5月份以后出世的红婴仔，全台湾总共有7万个。注射时间分别是出世后1礼拜、5礼拜、9礼拜、甲12礼拜，总共要注4摆。这项疫苗拢是免费的，干那要纳30块的手续费。1988年7月7日，新北市翡翠水库运转满1周年，在风景真水新店北市溪水头。翡翠水库有全台湾第2大的集水量，总共集水区有303平方公里，范围包括有新北市的新店区、旧丁仔区甲平南区。运转1年后，翡翠水库提供了水力发电，并且供应大台北地区的用水。水库是采取当时上新的电脑操作系统。当风台来时，工作人员用伫3个无同款的工作站拍开水门做调节性的放水。另外，水库下游嘛有设27个无线电的广播站，以防止游客发生意外。